紹會長呢班鄭佩樂。我係學生會 Connect 嘅內務副會長4C班劉海娜。學生會 Connect 嘅學藝 A 班李嘉慧。我係學生會 Connect 嘅康樂3B 班李心怡。今日咧就係我哋大家期待已久嘅1年1度聖誕同樂表演 Christmas Party 嘅大日子啦！表演嘅同學仔咧都非常之積極去練習，希望可以為咁多位嘅同學仔帶嚟精彩演出嘅。呢個咁高興嘅時刻，大家都睇到啦。我哋梗係要嚟一個抽獎環節先啦！好多謝校長送出3份禮物俾我哋，同我哋一齊同樂。而家我哋先抽出3位幸運兒。獎嘅同學仔請過到嚟我哋台嘅右手邊啊！好，我哋係抽出嘅同學仔係有3位㗎喎。咁就係6B班10號吳志軒同學啦，同埋2A13郭子齊。1A7號鐘耀偉同學嘅，係咪呢2位同學報翻咧？好，請得獎嘅同學快啲出嚟喎！我哋而家恭請校長為我哋頒發呢個禮物嘅，恭喜3位得獎同學。恭喜晒各位得獎同學，請校長留步。今年度咧，我哋亦都收到我哋嘅大師兄兼校友校董陳成業先生贊助咗2份嘅禮物啦。事不宜遲，咁我哋咧先抽出第1份嘅全校嘅禮品先。好，就係6C班19號余志雲同學嘅，請得獎嘅同學嚟到台右等候啊！咁咧接下落嚟咧，陳成業先抽出一份禮物咧，就係俾我哋嘅畢業班嘅師兄嘅。咁我哋咧先再嚟抽第2個嘅獎品啦。我哋已經抽出我哋嘅幸運兒啦。睡一半突然就起来，我全奖了。係，幸運
豪史宇陽同學。而家恭請校長為我哋頒獎。嚟張大合照先啊！恭喜晒各位得獎同學，唔該校長，請校長回座。我哋仲有好多獎喺後面抽噶嘛，大家真係要慢慢期待咯喎。好啦，我就唔多講廢話啦。我哋而家咧就有請第一個表演，好醒目喎，大家都知係中六級喎。咁咧呢一隊就係嚟自中六級嘅隊伍，就係陳建朗同學、簡卓瑩同學、吳俊達同學、何景元同學、陳宇佑同學、黃之欣同學、朱凱迪同學、毛清友同學、毛清樂同學同埋黃兆斌同學，話我哋表演跳唱嘅表演喎，就係半點心草蜢㗎。這裏好嗎？你抬頭而無話，你抱往吻上我嘴巴，卻自地吻向他。我暗中想總有一點愛吧，可以交給我吧，總算得戀愛吧，相愛少點也罷，我卻更了解是編織夢話。半點心，請交給我，不過是個小小你的心，卻一早已整個完完全全。他說到你跟他，我說無從所話，你永了永遠笑哈哈，我更然而無話。你我之間總有一點愛吧，可以交給我吧，總算得戀愛吧，相愛少點也罷，我卻更了解是編織夢話。半點心，請交給我，不過是個小小你的心，卻一早已整個完完全全交給他。說過要瀟灑，愛了會透吧，到這晚卻說半點心，仍然求能留下。你我之間總有一點愛吧，可以交給我吧，總算得戀愛吧，相愛少點也罷，我卻更了解是編織夢話。半點心，
請交給我不過是個小小你的心，卻一早已整個完完全全。我跟你好嗎？一切的愛怎麼都送給他，一顆心分一半好嗎？起碼一半都交給我好嗎？給我嗎？給我嗎？
想起我自己中一嗰陣時咧，其實我都好細膽嘅。不過咧，我就相信以下落嚟呢一位嘅中一同學表演者咧，就一定係好勇敢㗎啦。好啦，我哋接下嚟咧有請1B班林明月同學為我哋表演㗎，交個舞台俾你啦，俾多啲掌聲佢啊！俾多啲掌聲佢啊！
情，只想你望着我的眼睛，不想忘记，抱怨思念让人一直前进。想象你是我的春，想象你是月的旅行，想象你离开的一个如果，我有留下你的勇气。我能习惯远距离，爱总是身不由己，宁愿换个方式，至少还能遥远爱着你，还能克服远距离，多远都要在一起。你已经不再存在我的心里，就让我独自守着回忆。如果阳光永远都是热，如果彩虹不会掉颜色，你能阻挡不离开的我能习惯远距离，爱总是身不由己，宁愿换个方式，至少还能遥远爱着你，还能克服远距离，多远都要在一起。你已经不再存在我的心里，不要离开我的回忆。不要离开，不要离开我的回忆。聽完呢首歌咧，都想同心目中嗰個一齊。會長，你唔好掛住你出名片俾我先啦，你成日都唔聽我電話，好似失聯咁。咩啫？我而家咪企喺你面前咯。接下嚟咧，我哋有請3A 班徐子悅同學為我哋獻唱《永不失聯的愛》。
精彩嘅表演，係咪好開心呢？而家就進入我哋緊張嘅抽獎環節啦！今輪嘅抽獎環節咧係抽初中嘅獎項嘅，每級都有4位幸運兒。我哋先嚟抽中1級嘅幸運兒啦。第一位中1級嘅幸運兒就係1D 班11號林艾，請同學到台右準備。我哋而家抽出我哋第2位幸運兒，第2位幸運兒就係1B 班8號林嘉怡，請得獎嘅同學仔到台右準備。我哋而家就抽我哋第3位嘅幸運兒啦，第3位幸運兒就係1B 班20號鄧心怡。而家就抽第4位幸運兒啦。第4位幸運兒係1E 班16號曾浩軒。咁我哋而家就抽中4位幸運兒啦。請到台右準備。而家抽第2位同學啦。第2位係2A 班1號海洋同學。而家抽第3位幸運兒。抽第2E 班25號黃雅琪。而家抽第4位幸運兒。第4位係5班7號朱北浩然。而家我哋就會抽出中3嘅4位幸運兒啦。中3級嘅第1位幸運兒就係3A 班5號張家軒。請得獎同學到台右準備。而家抽第2份。第2位得獎嘅同學係3B 班19號李心怡。第3位而家抽第3份獎啦。第3位係3C 班19號黃俊謙。請得獎同學到台右準備。而家抽第4份，第4位係3C 班16號陸啟樂。初中嘅同學想邊個老師頒獎啊？大聲啲嗌出嚟啊！大聲啲嗌你想邊個老師頒獎？大聲啲嗌佢個名出嚟就得㗎啦！想黃俊老師上台喎，咁我哋就請黃俊老師上台頒獎俾我哋同學啦。得獎同學可以上台拎獎品啦。請同學留步影相。
晒得獎同學，亦都多謝黃俊老師，請黃俊老師回座。抽咗咁多獎，大家都好興奮啊！不如我哋再睇下表演先啦，轉頭再翻嚟抽獎。我哋而家有請劉文欣同學為我哋帶嚟舞蹈表演，大家掌聲鼓勵啊！What are you doing? What are you
接落嚟，我哋有請蔡詠儀同學為我哋跳舞表演。俾啲掌聲鼓勵下。多謝晒剛才咁精彩嘅中國風舞蹈嘅表演啊！而家咁 wonderful 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做乜嘢？梗係抽獎啦！接落嚟，我哋有請魏子晴同學為我哋演唱《Wonderful You》。
精彩咁 wonderful 嘅表演啦！咁聽完 Wonderful You， 咁呢一個咁 wonderful 嘅時刻，就梗係我哋嘅抽獎環節啦！呢輪嘅抽獎咧係高級嘅第一輪抽獎，每級4位幸運兒。我哋而家抽中4級嘅幸運兒先。
想邊位老師嚟抽獎咧？各位高中嘅同學仔，想邊位老師嚟抽獎？高中嘅同學仔。好似嗱，中五級嘅同學仔，好似仲未出嚟喎。中五級嘅夏敏儀。邊位老師咧想？高中同學。有請林迪生老師嚟到台上為我哋去頒獎啊！咦，中五級嘅同學仔係咪仲未出嚟啊？我數3聲咯喎！有一位同學仔出嚟啦，有2位仲未出嚟喎，係呢一個5D 班1號翟浩峰同學同埋5D 班12號鄧樂希同學喎，喺唔喺度啊？我哋仲3位同學仔喎，就係鄧樂希同學。我哋數3聲先，如果冇呢一位同學，如果呢位同學唔喺度嘅話，我哋再抽個咯喎，中五級喎。3、2、1，好，我哋再抽個中五級嘅一位獎項啦。係5A班10號林家銘同學喎。好啦，我哋而家恭請林迪生老師為我哋頒發獎項啦，有請各位嘅得獎同學嚟到台上領取獎項嘅。恭喜晒各位同學啊！亦都多謝林迪生老師，請林迪生老師回座。好喎，抽咗咁多啦，我哋都太興奮，因為未表演完啦。咁轉頭翻嚟咧，我哋仲有抽獎環節㗎，大家真係要期待咯喎！好啦，接下落嚟咧，我哋有請李心怡同學為我哋帶嚟舞蹈嘅表演啊！
咧都未過日未咩嘅喎，即係幾個人仲想睇表演嘅喎。咁咧，我哋再俾多次掌聲佢啊！咁啊，你呢個表演真係犀利啦！我哋成日咧話喺飛色規劃會見到佢咧。係咩？你真係成日喺飛色規劃度嘅咩？一睇就知你成日唔去睇啦。好啦，我哋接下落嚟咧，有請黃偉文同學為我哋獻唱嘅。
精彩嘅演出啦！話時話咧，頭先我見到好似好多人有喺個表演。係啊，可唔可以啊？可以啊，都有6個咯。6個人，佢哋係做乜嘢表演嘅？我估下，我真係唔知喎。台下嘅同學仔知唔知佢哋會嚟緊嘅表演係做乜嘢咧？
都会有你的陪伴，每一秒内容我都很喜欢。解不开的几个图案，和霓虹的脸，到底有多少个答案？嘿，我只想被你宠爱，算爱，我还都不明白。快乐的事想和你分享，难过想给你肩膀，每一次为一个人紧张。我好想对你宠爱，才断了几个地板，心情坏因为你不在。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，忍不住的小期待，因為愛。大家食唔食糖啊？大家？嚟啊嚟啊！要唔要啊？几个礼拜，心情坏因为你不在。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，忍不住的小期待，因为爱。大家有冇聽過呢首歌啊？一齊唱啦！識唱一齊唱啦，可以啊！起床了，看镜子里的我，突然发现睡得有点枯燥，一点点改变，有很大的差别。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。最近比较烦，最近情绪很 down， 每天看新闻都会很想大声尖叫，但脏话没有。大家只会先凶，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。新一代的朋友，大家一起唱啊！你们好吗？大家一起大声地说啦啦啦啦啦！啦啦啦啦啦！我可以改变世界，改变自己，改变渴望，改变潮气，要一起努力努力，永不放弃。可以改變世界 ，Come on， 改變自己。好啦，各位初中嘅同學仔，想邊一個老師嚟頒發獎我咧？
我哋嚟張大合照先啦。恭喜晒各位同學，亦都唔該留俾個老師，請留俾個老師錄咗。呢樣禮物就抽完啦，接落嚟嘅表演隊伍咧，好似係由5個學生加屈一位老師應援嘅 band。佢哋咧好似有兩個表演嘅，第一個咧好似係唱日文歌嘅，第二個係不過咧我就唔係好知道入邊其實有啲咩。我知，你幾時講先？我就3個啦。佢哋5個成員咧就包括陳志明同學、李浩源同學、林德雄同學、李子成同學，我哋嘅內務副組長林海南佢哋。連我哋嘅內務副成員之一，佢又成。你唔好亂集歌名啦，我未講完。陳瑞琪同學咧就係鼓手嚟嘅，你好啦，佢咧就係吉他手。
接下嚟我哋下一首係繁星，如果識唱嘅咧，我哋跟住一齊唱㗎。嚟啊！
精彩啊！快啲俾啲掌聲佢哋啊！呢個團隊講真係師生結合啊，真係盡顯師生情啊！得啦，唔好講住咁多先啦，成個嘈到咁樣。好，我哋講翻正題先，又嚟到我哋嘅抽獎環節咯喎！呢一輪嘅抽獎環節咧，係高中嘅第2輪抽獎喎，每一級係2位幸運兒㗎。我哋咧而家先抽出中4級嘅2位幸運兒。第一位係4級30號黃子誇張有啲。我哋第2位嘅幸運兒係4級20號謝卓耀同學㗎。第1位嘅幸運兒咧就冇翻喎，咁我哋再抽多一個，就係10號黃浩天同學。好，接得獎我嚟到我哋台右手邊去贈俾領獎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嚟抽中5級嘅2位幸運兒啦。竟然係你喎！收翻我時間我就唔數啊。李家偉同學喎。好啦，下一位嘅幸運兒係5010號江淵飛同學啊！咁啊，請得獎嘅同學嚟到我哋台右手邊準備領獎啊！好啦，我哋而家咧就再抽出中6級嘅2位幸運兒咯喎！好啦，我哋先抽出第1位幸運兒啦！好，下一位幸運兒係6A班11號武學堅同學。好，第2位嘅幸運兒係6E班9號黃兆軍同學啊！請得獎嘅同學嚟到我哋嘅台嘅右手邊去等候領獎啊！好，各位嘅同學仔，我哋嘅高中嘅同學仔，想邊一位老師嚟頒獎咧？好似聽到邱家寶老師喎。定咗嘅，我定咗。
各位嘅得獎同學仔啊！咁咧有請各位嘅同學同埋老師大家互助啊！有多張啊！我哋呢一個鎮下嘅大家庭，咁呢一刻咧，我哋梗係唔好再分初中同高中啦。接下落嚟咧，我哋係仲有一份嘅獎品，係將會由全校嘅同學之中抽出嘅喎。咁咧，我哋而家再抽出一位嘅幸運兒。你係4分1號陳俊明同學，係啦，陳同學咧，你得我哋嘅電腦先啊！咁咧，各位同學仔，想邊一位老師嚟頒呢個獎品咧？10隻手指都數唔晒㗎，仲多人過我哋學生會喎。字數唔晒啲腳趾數咯，好唔好啊？但係聽到咁多人，會唔會踩到我哋個台㗎？你放心，我哋個台就冇咁易冧嘅。可以係幾多人啊？講到咁神秘㗎。29個人啊，中1至中4都有喎，仲唔係人才仔仔？不如你都加埋會場啦，啱好30個人就會整數咯。我就唔識唱歌啦。咁咧，佢哋咧嚟緊咧就會唱一首嘅聖誕歌曲喎。咁咧，我就唔講咁多廢話啦。我哋接落嚟咧有請合唱團嘅同學仔為我哋獻唱《Last Christmas》。